如果我哋喺南澳讀書，咁我可唔可以完成課程之後，就係喺其他州度？定抑或我需要喺同一個州度留翻幾年，先至滿足到191嗰個簽證要求？學生讀書畢業之後咧，你申請450啦，你申請嘅事咧，同埋你申請咗之後咧，你住邊度咧冇乜所謂。只不過咧，如果你到時你想申請香港 Stream 嗰個189或者191啦，嗰陣時咧就你要計你係喺邊度住。譬如講，如果你喺南澳或者嗰啲偏遠地區住咗3年啦，就已經可以滿足嗰個191嗰個要求。你係呢個係450申請咗之後嘅事。咁如果你係189啦，咁你就要全澳洲邊度都冇乜所謂啦。譬如講雪梨啊、墨爾本都 OK。你要住滿咗4年。咁俾個 example， 如果你喺南澳，即係譬如講 Adelaide 住咗2年，跟住你搬去雪梨，咁你因為你係住喺雪梨啦，你未複合到個偏遠地區個3年啦，咁你就喺雪梨咧要多住2年，先會複合到嗰個4年嘅申請香港 Stream 嘅189。咁呢個改良計劃係咪會有10年啊？知唔知大概幾時先至會完呢？同埋申請450、191最後一個日期係應該係幾時嘅事？係移民局同埋澳洲政府計劃呢個簽證俾香港人嗰陣時咧，係佢哋寫呢個叫做 sunset date， 就話呢個法律咧就會2032年嘅10月就會結束㗎啦。目前嚟講咧，都係仲係呢個 date 啊，即係冇話有啲咩改變。不過咧，總之你係嗰個日期之前啦，申請咗個簽證啦，咁你都會符合嗰個要求啦。咁 IELTS、PTE 或者其他英文試嘅話咧，需要6.5分啦，定係6分就可以㗎？如果你係香港嘅護照咧，雅思嘅平均嘅6分唔低於5分，咁即係話 PTE 係等於50分，唔低於36分。其他嘅護照咧，而家就要雅思嘅平均6.5分，唔低於5.5分。我哋應該幾時去參加英文考試咧？而呢個成績嘅有效期係幾耐咧？而家為咗450簽證啦，雅思成績係淨係1年，其他簽證咧仲係譬如講移民啦，即係嗰啲 PR 就係3年啦，跟住學生簽證嘅2年啦。不過450咧就係1年有限啦，跟住咧你一定要申請450嗰日啦，前一日最遲嘅有成績嘅日期，你唔可以當日去考跟住遞簽證。歡迎關注海醫澳洲移民留學。